那第四，现行对治力，是指尽力行持一切对治往昔所造恶业的善业，顶礼佛与佛子，随喜他人福德，一切善根回向菩提，发愿行菩提心，护持无畏慈相之本体等，都是现行对治力。那现在呢，就是我们要讲那个学习，就是现行对治力的方面，然后主要的现行对治力的它的本质来说的话，就我们有善心，有想要修行的这个意念，这就是最重要的现行对治力。然后接着就是有顶礼过去一切诸佛菩萨佛子，然后就生苦于三昧清净的顶礼，然后同时呢就是有他人所造的一切善功德，那我们就是要做随喜赞叹，然后一切的善的根本，那么就是回向于一切众生，同时也是有怎么说呢发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然后同时护持无畏实相本性等都是现行对治力。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在修持的，就相当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平常都是有念那个七支供嘛，对不对？七支供我们在普贤行愿品的前面也是有七支供嘛，就像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修持的一个过程。那么最主要这里面所讲的护持无畏实相之本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平常就是在打坐的时候，打坐是练习能够可以护持无畏实相的实相本体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打坐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实践人来说就是为了心要清净，或者是为了要休息一下，为了就是时间当中的工作家庭各个方面的很多的那种烦恼浮躁，然后放下一个这些的心理的压力，所以打坐是有用，都会这样，这也是事实的道理。打坐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心能够清净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怎么说呢，那个修持者来说到这样的清净心本来就是我们已经是有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就是要护持它的这个清净心的延续这个清净心，这才是最有功德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长期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有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大悲空性长的，我们的所讲的大悲心空性长，对不对？空性跟大悲这样的就是怎么说呢？悲空相应，或者是智慧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本性呢，就是要维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前吾等达波仁波切的一个修行弟子文：我往昔以贩卖佛经为生，如今十分后悔，应如何忏悔？仁波切说：造那些经典吧。当然这里也是我们要听得懂，如果是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相当我们是曾经就是有贩卖，也就可以说是买卖佛经，买卖佛香。那这个来说的话，就是也是有很多的怎么说呢，那个情况。现在的这个社会上来说的话，有些人自己去
买卖三宝所依，认为也是一个修行。那么这种来说的，那就不好说，是真的是修行还是不是修行？实际上来说的，就是买卖这种三宝所依是，那么就是有赚他的理论的情况下，靠这个为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的不是很好的，这也是有业有会消除自己的福报的那么就是把三宝所依当做一个买卖物品来，就是靠这个为生活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不是一个非常的如法的东西。那就是他这个人来说呢，他知道了，那怎么样的去忏悔？那如果说我们也从这里知道，他的上师导婆仁波切跟他讲的一样他过去如果是买过的那些佛像，他买卖过几个佛像，他这些佛像都重新造起来，那就可以忏悔业障，消除清净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听到这样。但是呢结果照经典的过程中，他经常心思万善，于是又怀着十分至上的心情行去闻上师。照经典时今是经常散乱，对于忏悔罪业来说，没有比护持本性更甚深的吧。照这些经典跟照三宝所依的过程当中，那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心事外善等等各种各样的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到，也是因为这些是有很多很多的怎么说呢，那个繁琐的事情，相当就是这个方面我自己也是有多多少少的有一些感受到，就是有一些感觉到，在这些过程自己在所造怎么说呢，佛像经典这些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感觉到这些的一些过程。那么我们过去在怎么说呢，见文物本身坛城的时候，或者是寺庙的经堂的过程当中，那虽然我们做的是佛堂、经堂、坛城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就是在这个功德款也是释放来的，就是释放财都是在信众大的供养出来的、捐出来的。但是造的过程当中，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跟实践人造实践的事情一样的去做，才是会圆满的。今天呢，就是我们古道的工人，我们虽然是一个好的动机、好的起心动念、善的起心动念，我们就是在修心，我们就是在做善事。但是今天所有我们听到的工人都不是修行人都是实践人。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对实践人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有辛苦的地方。那么这些当中呢，就是我们能够可以维持一个清净的心，维持一个圆满的清净心是很难的。所以我每次感到这些的时候，都会想起就是在这些过去的这些高僧大德所讲的，那么过去造怎么说呢？改寺庙也好，改佛塔也好，这些的过程当中，都是会提到的这些怎么说呢？就故事一样的，在内心里面一直的参胜。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原来不是那么的简单，也不是那么你想象的那么能够可以在完全就是一个行为都是一个清净的方面呢，就是能够可以圆满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这些来说呢，就是要看主要是什么样子的人。就像我们就是多多少少就是从小接触佛法，也是跟随着殊胜的上师们，以上师们的恩德，就多多少少有这些方面的就是有了解。那么在自己的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够可以以善的方式来可以对付自己的内心里面，那就是可以转变，可以转换，也可以就是作为一个进行以忏悔、以回向、以这些方式来能够可以就是面对。
那如果这个任务今天完完全全就是落在一个实践人的身上的话，那今天你造一个经典出来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造了多少的业，那也是不好说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搞过荣国界的弟子所讲的，他在造经典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怎么说呢？那个心意外善等等等等的，不是特别的，自己也是有点我今天所做的这个事情是，到底是一个真正的善还是恶？到底是真正的就是可以忏悔的了吗？有这种的就是问题就是会出现了。所以呢，就是他就再一次的去找上师，那么就是说他就是说维持这个没有维持护持本性更殊胜的吧，就是说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吧，就是这个意思来说，那这个实际上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殊胜的，不用去重新一个一个造这些金堂，就是比如说一个造佛像，你就是经过一次一个佛像的买卖，那你就必须得要造一个佛像。那这个造的佛像的过程当中，一要有这个金钱，第二要有这个时间精力各种方面，那一定有一定的一些怎么说呢，工作量嘛，对不对？对。那你维护本性那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简单又殊胜，上师异常欢喜地说，实际上就是如此。纵然往昔所造的罪业堆积如山网，也可于现见本行之刹那获得清净。所以呢，上师也是特别欢喜的回答，就是说这个才是最对的。实际上，如果是虽然有过去的这个所造的业力是堆积，就像须弥山一样的那所谓的山网就是须弥山。须弥山是什么呢？那整个的宇宙当中的最大的一座山，就可以这样讲。不光是这个人类地球上的最大的那一座山最高的那一座山，不是这样。整个的宇宙当中，就是有一座最大的、最高的这样的一座山，叫做什么？叫做须弥山那么这个就是山网。那么如果是业力堆积如同须弥山一样的高的、一样的大的话，也是维持这个本性，没有什么维持本性不能清净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总而言之，所有一切的根本就是执着，对吧？我们所前面提到的，就像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所出现的这种善与恶的这种怎么说呢，影像一样的，那根本是一个清净心嘛。那我们能够可以维持根本的这个清净心，这才是最为殊胜的。简单嘛，对不对？对。因此净除罪业的方法，没有比修菩提心和恒时护持无畏之实相更甚深的，而且还应在不离之二者的基础上，观修金刚萨埵，降下甘露，净除罪障，念诵百字明等，就是念诵百字明等等，就是这些都是非常殊胜嘛，对不对？但是它的一切的基础是菩提心，然后就是在长期护持怎么说呢，无畏本性这是最为殊胜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第三那好，那今天我们到这里好了，然后就第三从这里开始呢，就我们在下礼拜六的时候呢，我们就讲真实念修金刚萨埵。那我们前面呢讲的就是4种对治力的部分，好不好？那4种对治力的部分呢，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做个笔记，非常好。
好不好？好。好，谢谢。那这个4种句子里方面，前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的话就今天先这样，然后接下来如果是过几天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好不好？好。自本自领着康州。